中國經濟黃金30年嘅人口紅利、城鎮化、互聯網3班車，如果你都錯過咗嘅話，呢一次風口你就千祈唔好錯過啦，好可能係你人生中最後一次造富機會。記得點讚加關注。睇多兩鑊。前幾日川同志宣布對中國商品加稅10%，貿易戰打咗幾年，對面時唔時發下神經，外貿要賺錢真係好鬼難。而家上面明確要擴大內需，轉內需驅動型經濟，邊條賽道有得玩？普通人點彎道超車？嚟，我哋一齊拆解一下。頭一個受益嘅就係文旅行業。24年國內旅遊人次暴增到56.2億，旅遊收入5.75萬億。創造咗歷史新高，各地文旅局都各種搞嘢，都想接住呢個破天嘅富貴。由淄博燒烤到天水麻辣燙，天津大爺跳水到呢個西安漢服打卡，網紅城市輪流上熱搜啊！博物館門前排長隊搶冰箱貼，手持通關文牒蓋章打卡解鎖隱藏彩蛋，文創產品變咗新頂流，高鐵食宿一條龍帶旺咗成條產業鏈，幾多店仔盤滿。幾多崗位誕生？攜程賺78億，同程淨利潤漲50%。文旅呢盤大棋真係掂過碌蔗啊！另一個商機就係單身經濟，而家全國單身有超過3個億，催生獨居新玩法。針對女仔嘅乙級經濟，從衣服、包包、醫美、護膚到呢個減肥健身，一個一個準。天價健身卡大家都聽唔少啦，男同胞都有量身定做嘅理療倉、私教課、頭皮護理都走唔甩，食飯都要走出條新賽道。火鍋烤肉呢啲一人食餐廳，各種獨居小家電，某音相關嘅話題視頻播放量超29億次，小某書17億瀏覽量，超440萬探討，商機就擺喺眼前啦。睇邊一個可以捉住呢個機會，連後生仔嘅精神寄託寵物經濟都殺出一條血路。全國超1億隻毛小孩，吃喝玩樂衣食住行都有需求。之前少數人關注嘅寵物殯葬市場規模都達到18.25億，可見呢個市場有幾大。呢幾年大家最關注嘅仲有健康問題，中式養生成日上熱搜，大批後生仔湧入中藥鋪搶酸梅湯、飲中藥奶茶、食古方藥膳。黑芝麻丸銷量增長105%，康養賽道係一片藍海。根據中國睡眠協會2024嘅數據，全國超過3億人出現睡眠障礙。23年中國助眠市場達到4955.8億，27年預計會達到6586.8億。小到蒸汽眼罩、安眠噴霧、睡眠儀、氹睡主播打賞，大到睡眠抱枕、智能床墊，都係賺錢門道。同樣賣枕頭、家具護頸治失眠，價格即刻翻3倍。紅糖薑茶掛個暖宮驅寒概念，即刻爆單。值得疊加健康 buff 嘅先係贏家。睇你跟唔跟得上呢個時代嘅需求啦。無論邊個時代，後生仔嘅消費都係主力軍。而家有人話，而家嘅Z世代嘅消費觀念好撚奇怪。999蚊嘅初音未來手板，預售首日即秒興，一張比加超紙皮3000幾蚊。299嘅智能保溫杯反而慢喐，其實係未理解佢哋嘅消費底層邏輯。值唔值唔重要，要可以影相發朋友圈，適合躺平文化，最好仲可以治療 emo。要撬動佢哋嘅荷包，關鍵係要玩梗同埋製造社交貨幣。蜜雪冰城靠雪王黑化狂賺千億，麥當勞用 M 字收割麥門信徒。28年嘅老貨 Lumila 薯片，憑貓咪咪素材做嘅魔性小視頻喺 B 站近200萬播放量，一日賣20萬包。更得意嘅係，Z世代發明咗獨特嘅慳錢哲學。佢哋可以為咗買演唱會內場票，連食2個星期即食麵，同時又可以喺呢個二手平台精打細算轉賣閒置，原花8嚿水賣呢個遊戲皮膚，卻反而為咗慳呢3蚊雞嘅共享單車貨比3家。該慳慳，該使使。邊個可以將傳統嘅商品變成佢哋所需嘅社交貨幣？咁就可以使呢班僆仔為愛買單㗎啦。有危先有機，機會從來都冇損失，只係轉移咗。有時候選擇真係大於努力。識得睇準文旅獨居、養生同埋後生仔經濟4條賽道，順勢而為，先可以喺呢個新浪潮入邊企穩陣腳。希望我哋呢番梳理可以俾到靈感你，從而可以幫到你輕鬆揾到大錢。如果你有咩睇法，我哋一齊喺評論區度探討一下啦。關注我，下集更精彩。